各位，台灣舉行大選，3黨陣營候選人到所屬票站投票，藍綠陣營都表示對選情有信心。李卓謙喺台灣報導。選前民調一直領先嘅民進黨蔡英文，朝早到新北票站投票。佢話：尋日瞓得好好，對選舉結果有信心。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了，所以今天我們把這個結果交在我們全體選民的手上。結果有信心嗎？有啊，有信心啊！我們的團隊都有信心，我相信我們的支持者也都有信心。還沒開票，總是心裡還是有點牽掛吧。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朱立倫亦都到所屬嘅新北市票站投票，呼籲選民踴躍投票。以我們台灣的民主自由為驕傲，希望大家都能夠出來投票，那投出我們神聖的一票，這是對台灣民主最大的肯定。我想選舉大家都是全力以赴啊，我們都是全力以赴，我們也是堅持到最後1秒鐘。我相信所有的民眾會給我們肯定跟支持，大家要出來投票。親民黨嘅宋楚瑜相信選民嘅選擇，台灣人民真正用智慧、用勇氣來選擇如何台灣未來真正的安定和方向。而馬英九總統朝早亦都到台北市投票。台灣喺96年首次民選總統，至今係第6次。新總統會喺5月20號上任。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謙喺台灣報導。唔少選民一早去到票站投票，投票會喺晏晝4點鐘結束。伍偉偉喺台灣報導。全台灣15000幾個票站，朝早8點開放投票。我是首投族，首投族的心情怎樣呢？首投族心情就是覺得身邊人都很關心政治議題，我也蠻關心薪水啊，需要政府帶動，把它都提高。社會要安定啊，就是一些年輕人的話，就是說工作要穩定。實際問題我覺得蠻重要的。為什麼？這是我們每個人切身的問題啊。每個選民有3票，分別投總統、副總統、區域立委同政黨。其中政黨票會決定34席不分區立委議席。每個政黨最少要攞到總票數嘅5%，先至能夠按比例分配議席。上一屆有11個政黨參加不分區立委選舉，今屆就增加至18個，令到政黨票嘅選票長度長咗，增加至73厘米咁長，係有史以嚟最長㗎。今次合資格嘅選民有1881萬人，係歷屆最多。估計首投族有大約129萬人，佔選民總數嘅7%。中選會冇預計到投票率，一般預料會比上屆嘅74%低。今屆嘅另一個特色係開票嘅時候俾民眾拍攝同錄影，監察整個過程。無線電視記者吳慧慧喺台灣報導。同喺投票站嘅李卓謙傾下啦，預計最快會有結果。新北市呢個票站過咗午飯時間之後，都見到啦係有人龍喺度等待投票。呢一啲票站到下晝4點啦就會結束咗個投票程序，將會啦係變做一個點票站。咁預計咧結果好似以往嘅經驗咁，大約啦喺挨晚7點鐘就會有個初步嘅點票結果。咁只不過啦，中選會就話要到夜晚10點先至會有個正式嘅投票嘅結果係出到嚟。各個候選人朝頭早投完票之後啦，下晝都係冇任何嘅公開活動，夜晚啦先至會出席各個陣營自己嘅造勢晚會。預計咧佢哋亦都會喺晚會度啦係率先公佈自己係勝選定係落敗。我哋會繼續喺台灣同大家跟進住大選嘅情況。而家先將時間交翻俾香港新聞部。唔該，睇翻其他消息。現時政府透過改劃150幅土地，增加未來10年嘅建屋量。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承認，部分土地未能夠趕及喺10年內建屋，但係唔會放棄改劃。政府目標未來10年起46萬個單位，包括28萬個公營房屋單位。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喺本台節目講清講楚承認，暫時揾到嘅地只係能夠起255000個公營單位，亦都真係仲差2萬幾個，會透過改劃150幅土地協助達標。但係承認其中有10幅以內嘅地未能夠趕得切喺目標期內起樓。跌出10年範圍咧，就唔係話放棄嗰啲土地唔繼續做，繼續做嘅，不過就入唔到呢10年數咁嘅。至於已經完成改劃嘅46幅地，陳茂波話綠化地同埋政府用地大概各佔一半，咁其餘大概100幅地綠化地嘅數目算係多，可以理解為比而家嗰46幅嘅難度更加大呢個改劃。又唔可以咁樣猜測嘅。嗱，我哋目前嚟講咧，改劃嘅土地咧，綠化地帶得3幅城規會唔同意嘅啫，其他大部分都同意咗啦。即係話咧，否決嘅咧唔夠1/10。嗰3幅加埋咧都講緊係1000零個單位嘅啫。如果社會有咁嘅共識咧，又唔難喎。但係幾時去到嗰點咧？今年係選舉年，今年一定唔係啦。咁佢又話，施政報告提出擴大20幅地嘅發展範圍，例如喺斜坡起屋，但係相信未必喺10年之內起到。陳茂波重申會多管齊下揾地，包括發展洪水橋同埋元朗南嘅棕地，會再討論係咪上調收地補償。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欣報導。香港馬拉松聽日舉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天氣寒冷加上落雨，呼籲運動員注意健康。呢2日嘅天氣比較寒冷，同埋亦都可能會落雨嘅，咁所以我哋嘅運動員咧面對嘅2個問題，第一個咧係溫度嘅問題，第二個咧就係落雨咧會影響地面濕滑，即係要個安全嘅問題。咁同埋如果係有慢性疾病嘅市民咧，或者擔心佢哋嘅健康同埋體力咧，係能唔能夠即係應付得到呢個運動咧，係應該諮詢翻佢哋自己嘅醫生先。美國史上最高獎金嘅強力球彩票開彩之後，有3注瓜分近16億美元彩金。田納西州一個中獎家庭高調現身，分享得獎感受。Hi, I'm John Robinson. Hi, I'm Lisa Robinson. And we won the Powerball. 開彩第3日，呢個幸運家庭終於決定要上電視，將喜訊公告天下。Now I'll be nervous because everybody knows. Can we see that ticket? You keeping it nice and close to your heart? 俗語話怕老婆會發達，今次應驗咗啦。She had called me and she said, "Are you going to stop and get a couple lottery tickets?" I said, "I really didn't feel like stopping that night." I said, "Yeah, I'll stop and get them." $1 million。雖然已經過咗3日，不過佢哋話仍然冇辦法相信中獎係事實。I got to looking and I saw it and I was like, looked again. They're the same. Looked again, and the third time I went running down the hallway. John, you got to check these numbers. 呢次美國史上累積獎金最高嘅彩票，一共有3注中，每注派5億2千幾萬美金。佢哋揀一次過攞，有3億2千幾萬，折合近25億港元，真係諗起都開心啊！不過佢哋話只係普通打工仔，星期1會繼續返工。而加州就有人空歡喜一場，一個護理中心東主賣咗萬幾張彩票俾員工同院友，一度以為其中一個護士中頭獎，唔少傳媒都有報道㗎。點知係護士個仔嘅惡作劇，媽媽中獎。東主話會請返個護士去旅行作為補償。無線電視記者胡若玲報導。天氣方面，密雲有1兩陣雨同薄霧，今晚雨勢較為頻密，吹清勁嘅東風。1點鐘氣溫係17度，相對濕度93%，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同埋路邊監測站都係低，紫外線指數係1，強度屬於低。新聞報導完啦，再會。